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1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气象署上紧明暗特别发布风台凯米的海上警报，拜二甲拜五风台上接近，中部以北风雨可能会真大。高雄小港机场今早起有旅客就飞临机了后，总共家己的行李内底有一粒巴拉弹，随强移送法办。韩国演习对明仔载开始强调无剧本的实战演练，嘛是第一届启用 AI 主播，要用18个语言来补上。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消息，轻度风台凯米气象署上紧明暗特别发布海上警报，对拜二开始甲拜五，也是风台上接近咱台湾的时阵，时到可能会到中度风台的程度，各地拢会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甲东北部，这风雨可能真大。凯米风台继续发展，气象署有个上紧伫2日暗时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23到26是风台上划台湾的时阵。到时阵凯米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目前有报落线小可偏西的趋势，会继续观察大势甲方向，也无排除发布陆警的可能。所以周3到周5的这段期间，从台湾的东方海域一直到台湾的北部的这一带通过的时候呢，其实这段期间呢，整体的模式的这个细节的预报路径结果还是有一些比较分散的状况。那这样子的整个就是变化上面呢，差一些也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发布到有没有可能到路警的情形以及时间点。气象专家吴成虎指出，风台中心按算会通过东北部甲北部海面，暴风圈有机会扫过台中、南投以北，一直到花莲以北的陆地。风雨较大的所在会伫中部以北到东北部，中部以南的所在注意2个了出现的西南风，也加做明显的落雨情形。花莲台东地区是影响较细。这个台风是从东北方海面越过。那风的状况会是西北风到北风直接从海面上这个地方灌进来，所以在中北部地区，感受上来讲的话，风雨会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在20到24这段期间，各多是西南沿海甲东北沿海的年度大楼。21透早，屏东道部分较低地区出现道路浸入海水的状况，气象署包含台南到屏东、甲基隆北海花、甲基南面临上悬的满流。各拄着凯米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阵，沿海较低地区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今年第4号风台巴比伦也形成，有个别对台湾有直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过一个月就要中原普渡，不过目前猪肉价小1公斤已经要到100块。农部表示，因为最近的天气较热，猪仔无啥要食，大较慢才会起价。今另外一方面，台北市农商工会嘛决定，对明仔载开始，鸡卵大卖价小1斤要起3块。这嘛是过去这4个月以来，这鸡卵第一届起价。家顶拢照鸡卵，人客慢慢仔紧，一地底袂落，换一地继续底。趁店还袂收，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全台湾的卵价要搁调悬，日开始每台斤起3块。它要涨，我们也没办法，对。这个又不能说买下来刚刚炖啊。目前这个价钱符合市场的行情，那我觉得涨3块是还可以接受了。鸡卵批发价位35起到38，产地价日时嘛为原先的25块半起到28块半，嘛是两家最近4个月头一届指数回升。台北市农商工会回应，因为天气热，还有两家淘汰计划鸡卵的供应减少这个因素，才会决定起价。天气热一定会影响它的产量，这次产量降得比较快，主要还是因为淘汰老鸡跟强制换羽的动作。那供应量减少，最近菜价搁大起，影响到鸡卵买起。中元节嘛要到啊，可能会增加用卵的需求，两家是不是搁调悬？工会表示，爱看产销状况评估。同款因为高温影响，互猪仔价嘛大起。最近一礼拜，猪仔平均价每公斤95至98，起到我要100块的大关。
对我们家庭来讲，吃的还算多，对，所以就觉得段时间涨幅，对啊，就会真的还蛮多的。天气热就吃不下饭哦，或整个生产就会迟缓。7月前的2个礼拜就会慢慢的增加供应量5到10%。中原普渡都还未到，猪仔价就一直起，消费者就惊中原节若到，价销会阁起。农业部是回应，产业界已经有提早因应，做好尽量准备，预定会当稳定低价。啊，不过是不是会当有效压制，都爱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高雄的小港市场，今早起一只要飞乌去哪挂柜轮机，有旅客去了后，煞抢讲家己行李内底有藏一粒芭乐弹，随后警察带转去问过，移送法办。因机场方面嘛是赶紧佮甲旅客佮请落来，全部佮定扫过、定过检查。这座最后是晚要2点钟才通出发。春桂林通道航警大动作进入去检查看，因为这个56岁姓沈的旅客讲，家己行李内底有手榴弹。上机的痛苦在于他们做确认的时候，客人就突然说出这句话，但是实际状况还是要由航警去了解。当时是服务员在帮忙放置手提行李的时候，然后空服员问沈南说，有没有携带水？那水有没有关紧？那沈员当时就回答空服员说，行李没有水，但是有手榴弹。代志发生在人来去去高雄小港机场，2早起一台原本9点45分飞日本乌克兰的虎航 IT-188班机，航警局接到报案现场会案记录，启动航机部队部紧急应变处理，幸幸旅客甲太太拢被替管，其他170个旅客也爱落来重新安检。为了大家自己人身的安全，下飞机，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做法。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旅客11:11重新登机，航班延误将近2点钟。消息传出来，也互机场其他旅客人气感觉行为不可取，会受影响啊，就觉得好像玩的也是有点不安心啊。会，但是又会觉得说，哦，还好险，只是恶作剧。县政府提备大庭航警局调查后续，会照民用航空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航警局表示，散布危害飞行安全的不实信息，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00万以下罚金。提醒唔通黑白讲生笑，啊若无唔拿旅游报销，还阁爱食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6点，国道3号就北苗栗西湖路段，一台游览车不明原因去弄到内车道的护栏，就停伫路中央。救护车到柜发现这车顶却干那司机一个人，而且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医院是救无回来。这事故原因该等待调查。这台游览车就直接停在高速公路的车道，车身也搁看伫咧内线甲中线的车道顶悬，车顶并无升起。但是53岁驾驶，规个人倒伫咧驾驶座顶悬，昏迷不醒。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驾驶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将伊救出车外，而且伫咧现场就进行急救。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倒卧在驾驶座，且无生命征象。救护人员马上进行 CPR、AED 及肠胃管固定，并且将患者送往大型医院急救。不过，驾驶伫送医急救了后宣告死亡。警方表示，这台游览车21号一透早6点，经过国道3号北上137公里苗栗西湖路段的时阵发生事故。根据现场的机情研判，游览车可能先偏移车道，弄到内侧的护栏。然后又搁往正手边偏移，停咧车道顶悬。不过车速应该无紧，加上一透早车辆较少，无搁去弄到其他的车，造成搁较大的事故。驾驶营业大客车行驶中，疑因身体不适、失去意识，自撞内侧护栏肇事。开车请驾驶一人未载乘客。事故发生差不多1点钟后，游览车由大型的拖吊车拖离现场，该路段恢复专线通行。事故发生的原因，也该等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苗栗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继续来关心，宪法法庭裁准国会这款法案暂时处分。不过，在野党指出，这干那是限制着部分的条文。立法院议员是有权会使请总统来报告。不过，行政院是回应讲，政府机关的活动应该合法合宪，而且赖总统嘛讲，目前正是立法院近20年以来拄到上大挑战。
宪法法庭进行裁准，国会这款法案的暂时处分。不过在野党立委指出，当局部分只有修正条文，照顾法立法院议员因邀请大总统国情报告，要求大总统爱实现承诺，各引起朝野攻防。立法院已经做出决议，要邀请赖清德总统来立法院报告。这事实上是依照现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跟大法官做出暂时处分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尊重立法院在合乎宪法以及合乎法律的规定之下所做出的所有的规划。哈，那我们也相信总统府也会在合法合宪的范围内，跟立法院做良善的这个沟通跟互动。行政呼吁行政机关彼此要有合法合宪互动。新兼民进党主席罗清德第1全大会致辞时，特别要求在场党籍立委起来接受普声。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近20年来立法院所当到上界大的挑战。全体立委将士用命，全力以赴。未来咱料想会到。立法院一定充满更较多、更较大的挑战。也发射全党团结，提出3大目标，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宪政体制，保障自由人权。佮指出，党籍改选了后，民进党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也要承担更较多责任。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咱绝对无容忍台湾因为民主政治的失败而造成灭亡的危机。外界有讲，这摆民进党10席中常会改选，新内系统是赢上济。新潮流绿色友谊连线加民主换水，有希望提4席，有来的永延会1席，正国会2席，用下做一棒子，所系1席。这是罗清德上任了后，党内权力结构第一摆重新洗牌，也看到指控治疗选举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昨是又搁发生枪案，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投资开店起纠纷，到衙前去谈判，开枪去弹到一个朋友，加在送医了后是无大碍。因这个开枪的男性，嘛伫咧4点钟过后，家己早枪去投案。嫌犯伫安全无啊，互警方押上警车，伊就是涉嫌开枪伤人姓陈的查某人。警方表示，20暗时9点外接到报案，北河区有一间民家发生枪击案，一个查甫人受伤。警方随官网了解，现场遗留弹头1颗及留有血迹，歹徒犯案后随即驾车逃逸。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警方调查，这件枪击案是因为投资导游馆股东发生纠纷引起的。姓陈的查甫人迄暗谈判，就早改造的底枪，谈判的过程开枪伤人逃走。不过伊的身份随后警方掌握。4点钟后，姓陈的嫌犯就早前甲警方投案。不过台南市警察局长林国清19早拄啊上任，第2天就发生枪击案，特别引起关心。另外，台南市毛清洁队伫处理无路用家具的时阵，发现真侪粒线子枪的枪支。回厂区倾泻的时候，那个有7颗子弹哦，从废弃家具那从中掉落出来，很有警觉性，马上就通报我们班长，那我们班长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局，那警察就马上来我们厂区做一个处理。安南区清洁队员20早伫大江大道载一大堆无路用的大型家具，等来清洁队伫整理的时阵，发现有7粒线子枪的枪支。台南市第3分局缉捕了后采证，怀疑是老旧的线子枪支，不过无法度确认是毋是还有火药啊，要送往刑事局鉴定。后续会调阅附近的监视器画面，调查到底这个无路用的家具是啥等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幼儿园的性侵案，因为事后的处理不当，一再引起争议。市府讲后礼拜就会提出检讨报告，因幼儿园即马已经改做托儿中心，前几天已经互人破拆，昨半暝又搁有人塞车甲弄入去。这嫌犯是讲，因为不满老师的所作所为，才会来犯案。人行道顶悬的白色轿车，南面向前，南面向后，搁拍目窟洞喙油门，冲弄铁门，冲入厝内，车挂被布条写“天理不容，人心共愤”。原来案发地点又搁伫遮。发生事故的顾婴中心伫台北市信义，也就是私有性侵案原地址的所在。4天前才互人破邮册，2透早3点外，辖区的警方搁缉捕，互人开车冲动。民警获报到场后，随即以刑法毁损公共危险、侵入住居等罪嫌将马姓犯前逮捕。这不满幼儿园吗？警方调查，
18岁4马的查甫人涉嫌甲人借车为宜兰苏澳无照开车上北来冲动，互人当场查到的伊是讲，伊家己原有1岁的查某囡仔，因为不满弄事的行为，毋过受害托婴中心伊是发声明回应，犯案的动机无单纯。伊讲代志发生迄当时有人伫边仔翕相，毋若讲怀疑伊是预先有计划，嘛无排除是互人塞索的犯案。网络上面一直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给他多少钱，然后就再喷一次，或者说再去做这些支持这些事情正义的行为，已经是有点算破杀人犯罪了。这个东西就不是当初的第一件案子的回损这么简单。针对111年7月当时处理行政流程的检讨报告，还原当时处理的情形，我们希望了解整个处理流程的脉络，并提出完整的精进做法。目前是希望下礼拜可以完成。专案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台北市各局处嘛，互人质疑处理有缺失。台北市政府回应，相关的检讨报告一定后礼拜完成。若是已经互人羁押的幼儿园后生，一定伫8月16做1审宣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海基会副董罗文嘉，今日是伫咧金门参加金厦受水的开幕典礼，嘛趁机会向中国搁再发声，讲两方都爱和平来交流。也即届汉光演习对明仔就要开始，重点就是无剧本的实战演练。嘛是第一届要启用 AI 主播，用18个语言来播送，加强国际传播。比亚声响起，拼命向前游。一年一摆，金厦勇渡今年是由金门收到厦门。中国福建省体育局长叶德成领队花官员到金门参加开幕。作家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共场无做伙。罗文嘉意思是向对方发声，应该双向交流，用体育竞技取代过去的炮灰。对岸的军机啊、军舰啊，都还是干扰不断，那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今天活动的进行？我想不会啦，因为我们需要双向交流，不要单向乱流。两岸将距离这么近，和平也不应该那么远。勇渡比赛前一天，汉光演习进前，强军游员继续交代，国防部查到22架强机，8架强舰伫大海附近活动，其中15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国军严密掌握动态，这摆汉光过第一摆运用 AI 发电飞机主播，用情境转换18个位来播送，验证国际战略传播的效应。I am the virtual anchor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for Hong Kong 40th exercise. I am thrilled to meet you, and I will introduce this exercise in multilingual. 那么这个系统可以把文字的内容翻译成多国的语音，结合脸部的表情跟手势以后，产生一个播报的影片。那国军强化对抗强军信息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也公开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争，美国有信心打败强军，搁展现挺台立头。学者分析，目前美军的人员识别及较大规模实战的经验，支援性质用军。共军目前遂行的这些练习、这些训练，它的规模仍然都相当的小，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具备大规模的部队运用这样的能力。除了国际支持台湾，学者表示，台湾也爱强化自主防卫，协助强军确保台海局势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咧学生休乐期间，拢会举办科学教育博览会科学168，到今年拄好是办第20档啊。今年同款有展览、课程加科学拍通关的活动。农业部农试所今年嘛是第一届来参加，希望会当互民众来了解农业科学和实农教育相关的知识。家长传到囡仔来认办各种水果的种子，边仔还有农业相关通途的小解。头一届来到科学168举办展览的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将研究的成果结合实农教育，要互民众会当了解台湾农业务种的发展。平常他们从食物里面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平常所吃的稻米啦、一些水果，今天都可以实际在这个展场上看到，我觉得非常的棒。选供育种、水稻育种啊，不同作物的育种，还有不同病虫害的防治，还有其他农业技术的开发，其实拢是咱农事所在努力的目标。还有智慧农业，其实拢是咱农事所在做物件。啊，透过这个活动，做一个传达。为着要学生囡仔会当有休闲时间，学习趣味的科学知识，科学168教育博览会，除了有4场主题特展，还有8外场科学课程甲比赛。今年头届有空军家己基地、甲农事所家己分所的教育单位，请真侪家长带着囡仔来体验无同的科学。好玩。为什么好玩？因为很刺激。除了本身科学以外，还有加上食品，
啊是农业，啊是海洋，有关系一寡单位，啊，互囡仔去学习，我感觉佫袂歹。嘉义市教育处表示，科学168当已经举办20档，今年的主题是科学甲永续，为7月19甲7月23，希望透过趣味的体验甲内容，互科学唔仅仅是知识，嘛会当帮助囡仔伫生活中会当运用甲体会科学素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中华鹿港的玉姑宫，主要就是礼拜喜神颠倒元帅。每一年颠倒元帅圣诞，拢有真侪信徒来遮写戏。今年拢总有安排咖喱戏、七子戏，佮明华园总团办大水八仙，要来共庆祝这上公爷圣诞千秋，嘛吸引未少的民众来遮看闹热。人间国宝南关戏曲保存者吴素霞老师带领团员演出七九仔戏，佫有成立超过100年的金辉煌咖喱戏剧团，带来的东珠戏球甲团圆戏，要来庆祝鹿港玉姑宫的颠倒元帅圣诞千秋。婚龄庙宇、亲戚辈也拢来做客看戏。今仔日咖喱戏的演出是以这个酬神戏的戏出落去演，每一届若来的时阵呢，伊拢会邀请到阮景飞凤回礼戏剧团的咖喱戏神颠倒元帅入庙来做客安尼啦。福山戏神颠倒元帅鹿港玉姑宫，但年伫上公爷圣诞千秋的日子，拢有侪侪信徒关戏写神。庙方表示，颠倒元帅是台湾传统戏曲的守护神，上公爷生日除了是戏班的大日子，嘛希望邀请民众做伙来庙口看戏斗闹热。虽然是颠倒元帅的生日，不过阮想要互邻居也是亲朋好友，拢会使一起来同乐咱颠倒元帅的圣诞千秋，所以阮就是把伊设计成一个戏神祭的活动，很热闹。然后呢，大家就是都会蛮亲近的，然后也会互相讨论戏，然后我自己蛮喜欢的。今年活动除了有咖喱戏、七九仔戏，还有明华园总团的水八仙，精彩好戏一出接一出，庙埕人是可足足。庙方也希望透过元帅生的日子，会当互过去坐医疗、伫庙埕看戏的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若是讲到台湾顶一版的台语散文选，已经是伫咧1998年台湾作家林荣敏所编的台语散文一纪年。为着要甲台语散文整理好更较完整的，正为出版社这个月有新出版一本台语现代散文选，是师大台文系卢美清教授所主编的，主要是整理这100多年来台语散文，希望甲好的文学建本留予少年辈。蔡培慧伊嘛有去东京读过啊，伊1923年去用掠去对无？伫高中开始写这个10项关键吼。但师大台文系教授卢美清和民众分享台湾第一本台语散文集的作者蔡培慧。卢美清伫2022年捌出过台语现代小说选，然后伫咧今年7月，佮出新册台语现代散文选。收录的作品主要分做一本统治台湾的前后和战后到当代用白话写的台语新文学。卢美清甲论述性的和抒情的散文拢收集来。咱若准讲为20年代迄个时代来起作，伊有论述嘛有知性，所以咱即个散文的即个选集内底，我想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顶甲每一个时代有讨论到语言吼，也是讲讨论到知识的物件，即款的散文，佮抒情的散文，拢甲选入来。卢美清将200多年来无共时期的台语散文，包括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部内底刊的白话字的利益，1924年蔡培慧我所看的台湾，和战后王玉着向阳等等，甲写市长按故事的黄静美女士的万字散文，拢通看到题材的多样性。卢美清讲，伊毋望甲好的文学建本留予少年辈。除了讲咱台湾文学史会使有无共款的思考以外，刷来吼，咱的人，咱的少年人有一寡建本，因为咱的台语嘛要流失去啊，咱有一寡文学的建本来读，有读到好的作品，安尼因会当继续写。台语现代散文选计共收64篇作品，卢美清希望互民众看到文学伫无共时代意义。伊认为文选是一种帮助民众了解台语文学的地图。伊嘛希望2年后要佮出版台语现代诗选，继续来做台语文学的导览先生。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外岛地区28度到3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安，稍等下再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工内底吼，大约有法度做，差不多是1个班，铺栈模啊，铺铁。